早上每天了是呢 everyday 了我啦 everyday 早上了是呢数吧那你们大班是 morning 数吧大班是你们文木家附近的空地上文木是一个人的名字没几个米的文木 people's name 了啦 person name 家了是呢的空地囊给附近的是呢年长了附近年阔了空地上了是呢空了是呢东巴地了呢上了是呢干了但是下东巴也干了都有人在都了是呢蒙波了火的东西有人在的是呢没约吧那里了是呢对啦卖东西卖东西中文 sell 了卖东西卖了是呢中文东西了是呢加了但是给大把是给文木还是能给还就了啥东巴清不清的了但是呢我怎么从家里过来的他从家里过来去了我点了点过去有一天他就不是给了啥对俺来讲说有一天你们去了 one day 来的啦文木没得米一早就那么呢很早就来着了几百几讲嘞20来了 very early 来了到空地就了那切的切拉的切拉了了的那么啦到空地了呢这些空地的啦来吧的了在开起来的下去卖鱼开起来的娘从家来的去了多了卖鱼了种吧他种下住的了他喊到喊的意思就是叫给亲不见的给叫的我在喊你的意思就是我在叫你喊给叫吧他喊到卖鱼呀卖鱼人家张个月来去了我给了卖鱼呀卖鱼人家新加坡说嘞我记得你一个朋友走了过来走过这边是累死我了走了是多了过来了是俺是出来读了说你真笨笨的意思就是咋了了的累吧stupid呀这边 stupid 是 opposite stupid